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法国真出名的经济学者皮凯蒂，伊所发布的2018世界无平等的报告，讲世界排名前10%收入的人，已经来掌握着全球一半的财富。到2050年，世界前1%的有钱人会掌握着全球40%的财富。这个好野线愈差愈大，是世界各国拢真难解的问题。当然，台湾嘛同款。学者来警告，对贫穷的焦虑以及对好野人的仇视，会互社会气氛未平和，对这个国家整体经济提升无帮助。要安怎透过薪水、税制甲社会福利来打造均富的台湾，是目前真重要的课题。贫穷的复制跟世袭是不断呈现的，可以真的像北欧国家，对高所得人课征比较多的税，然后来强化我们的社会福利。两平的假帮房间、衫啊、甲生活用品拢看现现，这是林玉生的切身之地。而且啊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刷这些钱。大起床的林大哥摕手机看影片，这是即马唯一的娱乐，嘛是散车的人生中唯一的幸福。不过落地也无钱的现实，逼伊就爱出门叫卖。手花作兴气，行到真辛苦。57岁林大哥行动不便，因为少年时四处做散工，身体出现问题。那个曾经有中风的病史，予伊是找工作，到处碰壁，最后接受新技轮协会帮助，住伫所提供的宿舍内面，以过路叫卖为生。在是秋风凉凉，伫人来来去去帮救府中上班，伊坐伫轮椅顶，用哨声的声音向过路人卖面纸、橡泥糖、甲倒布等等。大部分的人拢当作无看到，咧等人顶介绍闪身过，无收入破病几啊礼拜，林大哥哪会敢去看医生？有时候看病的钱啊，超1000块啊，我就办还啊，今天扣200，明天扣300这样，要到几十块出完啊。采访团队拍片录影半点钟，才有一个人愿意提钱出来。除非气候无好，会当讲是逐工来过路叫卖，每工12点钟月收入平均只有6000块，无够大出社会少年人薪水的1/5。像夏天就没出门啊，还要看天气啊。客人不买的话，你也没办法强迫他买啊。社会对贫穷的不理解与排除，仍在台湾各地不断的发生。林大哥演奏的中年贫穷悲歌，只是一个城市的缩影，也有真侪甲伊同款的贫困者，伫社会角落努力生存。就算尽力的想要翻身的，依然是无度脱离贫困。无形中演变做贫穷世袭，把社会拆离做两个世界。贫穷这件事情，它是连续不断，而且它并不是说是在有一群人就是贫穷者，而是其实好多贫穷状态是相连在一起的。所以，一个没有选择的孩子，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没有选择的父亲；一个没有选择的父亲，他可能成为一个没有选择的流浪者。这是贫穷的复制跟世袭是不断呈现的。贫富差距愈严重。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显示，全球收入排名前10%的人有财富超过全球人民总收入的一半。若是这款的状况无改善，到2050年，世界前1%的好野人会有全球40%的财富。我想大概当然如果以国际来看的话，都是在恶化了啊。有些国家是比较严重，有些国家不是相对来讲没那么严重。但是它最主要是它那个恶化的方向是一致的。
贫富差距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现在进行式。日本300万女性年龄层偏至15到34岁，找无正职的工作，为了生活，只会当一天过一天做散工，但是一夜咸菜依然是付袂起厝租，只会当带伫无够一皮网卡计经。2019年5月，《时代》杂志封面是南非约翰尼斯堡抗议的相片，清楚看到贫富差异。虽然只有一路之隔，但是对住伫正边的民众来讲，好亲像是一道满道下过界线，看袂到未来甲希望。By some estimates, South Africa has become the most unequal nation on earth. 在台湾也有一条街两个世界，在基隆路这一头是高楼林立的商办，在另外一头则是斑驳老旧的公寓，明显呈现落差。租计总署公布2018年家庭收支调查，相关所得租甲上价所得租相差是6.09倍，是最近6档上悬。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嘛公布2017年总所税申报资料，将总所税申报户按照原价分做20等份，上价5%，平均的年所得是42000；上悬的5%咧，平均的年所得是476.3万，伊差距是高达113.4倍，是历年来新悬。多年来，政府只有用低收入人口取代贫穷人口定义。加上低收入未达到标准，免申报总所税稳重人口，台湾贫穷人口究竟有偌济？加做别个讲的秘密。最近这几年，隐隐约约我们可以感觉到台湾有一股仇富、仇商的心理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开始有些人觉得我一辈子都赚不到钱，那为什么你可以做豪宅？所以可以知道，就是说，当社会的阶级形成，然后阶级跟上层阶级跟下层阶级有这种对立的时候，整个社会的氛围、社会的那种秩序就会开始出现变化。那这个对一个投资、对一个经济行为来讲都是不利的。所以我是觉得，如果当这个所得分配持续的恶化，产生这种所谓社会阶级的对立的时候，我想对台湾的整个经济发展是非常非常不利的。贫富的差距是愈来愈大，学者提出警示，阶级对立会造成社会失去秩序，对经济发展无帮助。素人质疑政府的因应制度。缩小贫富差距，政府从3方向着手，分别是调高基本工资税制以及增加社会福利给付。像是连续4年调升的基本工资，2016年月薪20008元，时薪126元；2020年涨到月薪有23800元，时薪158元。基本工资调升后，微薪的起的幅度是19%，时薪是增加32%。行政院搁再修正所得税法，包括调悬免税额、标准扣除额、甲特别扣除额，而且调整中价收入、老人生活、老农等等津贴。最后是减轻幼儿甲长期照顾负担。上大的目的是要挽肥爷母，照顾金字塔底层。坦白讲，一定有它的限制，但是这些不做，那更是等于袖手旁观也好，或者是等于完全是不有作为。租税这个部分，这个工具发挥效果是微乎其微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几乎完全没办法透过租税来解决来达到所得重分配的效果，给企业的减税，或者给一些资本利得的减税。那这些减税的受益人都是有钱人，所以等于让有钱的人他缴的税反而是更少。它的税率是低的，那这样的话可能没办法，不但没办法达到所得重分配，反而会让所得分配的恶化程度更严重。政府就算将缩小贫富看作是施政的需要，不过补贴弱势财政来源却是上大的问题，加上失控的房价，更加深贫富的差距。面对这个难解课题，学者专家想要提出解决的方法，就是囤房税吧，针对4户以上的那个科他。这个累进的囤房税率，那他就没有办法去囤房啊。那市场上房就必须释出来啊，那房释出来就供给增加，房价就下跌了嘛。如果我们可以真的像北欧国家，对高所得人课征比较多的税，然后来强化我们的社会福利，然后让我们的社会福利也不是一种为了盲目的这种政治选举的买票，而是真的按照你的需要给你一些福利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个最好的，我所期待的是最好的一个方法。必须要让这个厂商能够赚到更多的钱，他才能够付更多的薪资。所以我们建议政府能够把产业重新做一个结构调整，你再来谈这个加薪，我觉得会比较有利。脱衣工化接下来400多亿，长照就340亿，
这些虽然不是透过税或者透过现金给付给你，但是它的包括服务的提供也好，或者说必要的津贴或补助，其实也是减少你的支出。所底贫富差距是大工程，除了伫税制、社会福利制度顶面设计，嘛会伫这就业、产业、甲教育体制互相配合，才会当有效。不过各方利益互相的竞争，或者是优势，加上政治选票的考虑，拢阻碍政策的推动。台湾想要消除贫富距离，要有一段长路要行。若是善车人想要翻身改写家己的命运，嘛都爱挺过定定的挑战。